做餐饮业的乡亲要多多注意哦。高雄医学大学甲劳动部合作，比对国内30年来38个总铺师的资料，发现讲中式的总铺工作5年以上，得到肺癌的风险是非中式总铺的2倍外。这个调查嘛发现讲，烧烘、减塑机甲假牌的摊贩，若无设排油烟的设备，着癌的风险嘛较悬。油鼎内噗噗，假牌减塑机钱甲香讲讲，真侪人介意食。这路边种行的嘛是同款，不过伫咧做这美食的时阵呢，就爱着忍受油烟的空气污染，互因得着癌症的风险嘛增加。很多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哈，那里面有一些物质的话，其实是国际上哈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致癌物。由高医大环境医学研究中心甲劳动部劳研所合作的研究，调查餐饮业空污的状况，这西式的素食、中式的自助餐甲路边摊来做比对。过来30档来38万比例，总铺师资料发现中式工作5档以上，得到这肺癌的风险是非中式的2.12倍。其中，伫这个烘蛋甲减塑鸡蛋所侦测到有害物质浓度上高。因为吸那个有烟不好的空气，怕肺部那边会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都长期都有戴口罩啊。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抽油烟机的改善啊。为了保护家己袂少摊贩，拢会挂喙罨。专家强调加强通风甲排烟设备，挂这密合度较悬的活性炭的喙罨，至少会当降低7成污染物浓度，嘛会减少身体受到伤害风险。